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今日就有歐聯啦，有亞冠精英賽啊。今晚咧提供兩隊俾大家參考下。近兩晚成績係比較差嘅，就希望大家多啲體諒啊。我會繼續努力啊。今晚就揀兩隊俾大家，利雅得勝利對川崎前鋒。巴塞對住國米。首先呢，就新一季嘅已經嗰啲球衣已經有㗎啦嚇。25、26屆嘅呢件呢就係曼聯球迷版主場嘅。有件呢就車路士嘅球迷版嘅主客場。藍色嘅就主場，白色嘅客場。如果有大家鍾意嘅呢，就可以留言俾我留言俾我呢，就統一都係球迷版嘅呢，都係88蚊嘅啫，包郵。仲有其他嘅，我會逐漸會發上嚟。首先利雅得勝利對住川崎前鋒呢隊，利雅得勝利呢就經常對住嗰啲日韓球隊都會大勝嘅。而家呢就讓住1.5對住川崎前鋒。我都覺得利雅得勝利呢隊波呢就可以完勝川崎前鋒。近排川崎前鋒嘅狀態比較差嘅利雅得勝利嘅狀態比較好嘅，所以我推介俾大家參考嘅利雅得勝利。另外巴塞對住國米啦，呢隊歐冠。巴塞呢就近況呢就有少少回落，同國米都係一樣嘅。但係嚟到4強嘅位置，巴塞而家讓住1嘅情況底下，我會睇好少少國米輸唔到2球俾巴塞嘅。大家都係差唔多嘅球隊呢場波我睇好少少國米加上睇好少少個大啦。今晚希望幫大家挽回少少利益鍾意個頻道嘅咧，點讚轉發加關注。買球衣呢就留言俾我，我會覆大家嘅，好嘛？今晚祝大家好運係咁先，聽晚再見，拜拜。